粵劇嘅訓練讓小朋友習慣打開手腳，大方咁表達自己，大膽打開嘴巴，自信咁樣說話。小朋友站喺舞台，面對數百上千嘅觀眾，不怯不慌，漸漸地從聲音力量以及身體表達中表現出自信。茶督撐不時接到傳媒嘅採訪邀請，面對記者哥哥姐姐嘅鏡頭同埋話筒，小朋友個個精神飽滿，落落大方。記者問佢哋台上緊唔緊張？有個小朋友即刻笑住答：唔緊張，因為我哋練習咗好多次啦。另一位話：唔緊張，呢個係我最期待嘅一刻，可以化靚妝，着戲服，又有叮鈴揼冧嘅頭飾。佢哋嘅眼神放光，活潑又可愛。佢哋用小朋友特有嘅純真，讓大家覺得傳統藝術一啲都唔遙遠。每一個小朋友憑住自信同堅定，讓古老嘅粵劇喺舞台上越嚟越有生氣，亦都讓大家睇到嶺南文化一代代相傳嘅希望。萬歲神啊，公公是也，水是收。喂，慢咗啊！又其實 OK 啦 OK 好搞笑啊佢！茶督撐將於今年2026年9月19同埋20日喺香港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演出點解大風尚，到時記得嚟支持小朋友啦！